艺术禁区活动是一个将剧场搬去户外，将艺术扎起领导，将表演艺术的经济亲近伫每一位市民朋友心中的活动。昨冬的举办过程，累计308场演出，超过22万人次参与。今年活动也将迈入第11冬。在疫情期间，市府嘛规划各项防疫措施，让市民朋友安心看表演。过去10年来，已经举办了308场，所有影响过的、参与过的市民朋友总有22万人次。我们期待有更多的艺术飨宴提供给我们市民朋友们，也期待有更多的艺术表演团体、各位老师能够带给台南市、带给所有的市民朋友们更好、更多的艺术飨宴。在黄市长的领导之下，台南市的疫情控制得非常的好，所以市长也认为，在这一段疫情期间，其实艺术团队都非常的辛苦，所以也要求文化局要赶快联系我们的表演艺术团体，然后照常的举行我们的艺术禁区的活动。所以我们今年艺术禁区一样会到20个区去做演出，同时也会到10个区去做艺术的教育推广的活动，总共有30场的这样子的非常的精彩的艺文活动。今年演出团队有武林剧团、林剧团、新传歌戏团、如果儿童剧团、表演家合作社、博优座、台湾豫剧团、Formosa 马戏团、OOO 剧团、抓红车剧团、秀琴歌戏团、嘉西亭舞蹈团以及古都掌中剧团等，节目澎湃多元，非常的精彩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